人们对火锅的喜爱，它是人类在饮食上的原始记忆。我觉得这种火锅在某种意义上是80年代我们中国黄金时代一代诗人的大欢喜。其中我还记得就是这个喝酒，如果说是让我们得湿气，那么我们是吃火锅长湿菜。生活本身是沸腾的，火锅呢是源于江河的，来自于下沉的一个比较大众的饮食方式。所以这种饮食方式再加上在一起那种聚会感很强，跟吃一桌中餐8个凉菜10个热菜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今天火锅在全国流行，相互之间的关系很深的，就是它的那种分享感、平民感特别强。聚会大致就是这样，在馆子、在茶坊、在家中，火锅呢算是我们吃食中间的最爱。但它火锅的它的那种热烈，它的性感，整个火锅所呈现出来的，就跟感觉是那种荷尔蒙的暴涨，是夏天热烈的、青春的、激情的那种洋溢。人们往往就变得更加感性，变得我们叫诗意化、美学化，更多的去感受日子、时节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整个生活跟我们的内心的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讲的长江黄河呀，我们讲我们的血液那种滚烫感和火锅的热烈滚烫，它永远是一致。生活如沸，火锅是沸腾的最好表达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们是成都旁边有一个火锅小镇，它这个小镇的命名就叫沸腾小镇。热爱生活，就是生活如沸。我们原来说是吃饱，后来吃好，在后头吃营养，在今天更多我们甚至要吃文化，那种氛围，那种欢乐感、欢喜感。当然，火锅的那种热烈刺激，它的味道大麻大辣那种香，也是让人食欲大开。所以说，火锅是得到的是一种精神的那种滋养。火锅是一个朋友，火锅的周围也是朋友，温暖火热，让人激动。每当和朋友们围坐在火锅旁边，内心总会像年轻的时候，特别抒情地想起这样单纯的句子，这就是沸腾的生活。天落叶黄，收获细思量，生活要有声响。冬日雪茫茫，辞旧迎新装，生活要继续闯。